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流亡藏人领导人祝贺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出席达兰萨拉辩经学院成立50周年庆典；2023年第5届日内瓦论坛圆满闭幕。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冈玛曲英在东京出席国际维吾尔论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分别于上周致函美国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克约翰逊，祝贺他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第56任议长。议长在贺函中写道：“美国一直是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帮助藏人保护独特的文化和身份的先驱国家之一。我要对美国人民和政府向西藏人民和西藏的非暴力斗争提供的坚定支持和援助深表谢意。”司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写道：“我们对美国国会两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给予西藏自由事业坚定的支持深表感谢，特别是在前任议长南希·佩洛西和来自两党议员们的卓越领导下，面对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形势，美国国会作为实现西藏人民愿景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继续鼓舞着我们。”另外，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辩经学院与撒日高等藏语学院于10月26号分别迎来成立50周年及25周年纪念日。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第104任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活动，并发表了讲话。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在致辞时表示，由于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加持，藏传佛教如今吸引着东西方以及非佛教国家的民众，其中包括许多科学与教育界人士，因为佛法确实能够为幸福的人生指明方向。如佛法指痛苦的来源是爱我执，而幸福的来源则是爱他心，这些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议长还赞扬了上述2个机构对流亡藏人社会的贡献，并赞扬了撒日高等藏语学院长期以来向僧俗民众教授现代和传统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据了解，达兰萨拉辩经学院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下，于1973年由已故格西洛桑嘉措创建。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及取得一定的成果后，格西洛桑嘉措在达兰萨拉附近成立了该校的分部撒日高等藏语学院。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2023年第5届日内瓦论坛，于上周五10月27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中心圆满闭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日内瓦办事处处长苏营军出席了闭幕仪式并致辞。在为期2天的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外交官、智库、民间社会团体的嘉宾，分别在中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人权状况、压制的声音、中国的同化政策与对维权人士的镇压、发展还是新殖民化、西藏及中国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和中国的全球足迹、监视与跨国镇压为题的小组会上发表了讲话。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突登嘉措、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朗次仁、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屈征根康、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丹增雷谢
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外交官、智库、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等出席了论坛闭幕式。另外，总部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玉玲、台湾海华文教育基金会顾问吴国本，以及台湾民主基金会研究企划组副主任吴平聪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日10月29号，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灿的陪同下，抵访印贝达兰萨拉。代表团于次日30号访问议会秘书处，受到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和副议长周马次仁及常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接待，并就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了交流。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在欢迎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团的同时，指出台湾人、藏人、维吾尔人和内蒙古人需要共同努力，在全球平台上传播中国政策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并向代表团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曾多次与台湾驻印度及各国代表处会面和访问的情况。与此同时，代表团还于本周二上午拜会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及相关官员，并就台藏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本周四11月2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来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团，并与代表团成员就西藏的历史、台藏之间的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应维吾尔世界代表大会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冈马曲英于本周二10月31号出席了在东京日本国会大厦举行的国际维吾尔论坛第2天的会议，并发表讲话。秘书长冈马曲英在发表演讲时，对中共政权在西藏和维吾尔等被侵占族群的文化遗产和民族认同进行系统性灭绝政策表示担忧。他指出，在过去70多年里，西藏境内的局势在不断的恶化，当前正面临着文化灭绝和藏人身份彻底灭绝的威胁。秘书长冈马曲英还强调，中共政权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因此他呼吁自由和民主国家不要将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和台湾人视为同情的对象，而应将其视为努力为中共带来积极变革的伙伴。为期2天的论坛由日本国会维吾尔核心小组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联合举办。本届论坛旨在促进世界各国的议员、政治家、人权倡导者、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合作，积极参与解决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多吉才丹、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和国际西藏网络的代表罗桑央措博士与秘书长冈马曲英一道出席了会议。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